呢段說話係終結痛苦嘅關鍵，非常重要，亦係獲得答案嘅絕對關鍵，可以解決困擾多年嘅問題。就好似有人話，我祈禱咗好多年，但都係冇嘅結果。萬國為基業，地極為產業。Empower 2026，得着能力，以屬靈權柄行事。咁我今日想講嘅呢段說話係非常重要嘅，雖然一直都好重要，但而家特別重要。呢係我哋巴勒莫為一場先知聚會祈禱時領受嘅。上帝同我講，我想俾一條鎖匙你。好明顯呢條鎖匙一直都冇聖經入邊，但我睇到你知唔知嗰種感覺？當你用新嘅眼光去諗，然後話啊，呢樣嘢真係太寶貴啦。所以呢係一個啟示，可能其他人已經領受過，但對我嘅心靈確實有非常大嘅觸動。呢段說話會帶嚟突破，所以我稱之為獲得答案嘅轉機鎖匙。佢會釋放嗰啲祈求咗好多年，但係一直都未見成效嘅人。你有冇試過咁樣嘅？我為呢件事祈禱咗好多年，點解仲未發生？你有冇遇過呢種情況？呢段說話就係一條鎖匙，聖經俾咗我哋一啲轉機嘅鎖匙。呢條鎖匙非常犀利，可以令你停止受苦，或者改變一啲似乎永遠唔會改變嘅事。你知唔知嗰種感覺呢？痛苦啲好多年，壓力大咗好多年，好似永遠都唔會完。所以呢段說話係終結痛苦嘅關鍵，非常重要，亦係獲得答案嘅絕對關鍵，可以解決困擾多年嘅問題。就好似有人話，我祈禱咗好多年，但都係佢嘅結果。上帝嘅聖經入邊清清楚楚咁俾我睇到呢條鎖匙。當然我首先係為自己領受嘅，咁好簡單，但係我亦想分享俾你嘅，分享俾全意大利，因為我相信呢，唔單止係我研究出嚟嘅道理，因為作為牧師，如果你俾條香蕉我連香蕉都可以講到。無論如何呢，係一啲帶有先知性嘅係嚟自上帝嘅心意。上帝同我講話，我想向你啟示一條鎖匙。我好中意佢咁樣做，因為一個全新嘅世界會喺我哋面前展開。你哋準備好去睇呢個世界未？好好啦，咁我哋一齊去讀關於獲得答案嘅轉機鎖匙。雅各書4章2至3節。經文一開始好簡單嚟講，你哋貪戀都係得唔到，你哋殺害嫉妒，理論上係想得到，但都係唔能夠得手。你哋鬥嘅爭戰都係得唔到。喺呢度佢一開始就話，你哋為咗得到而殺戮，暗示你哋因為執到而想得到，你哋用盡一切手段渴望、渴求、祈求想得到，但最終都係得唔到。佢俾咗兩個關鍵，但我會集中講最重要嗰個。你哋爭吵戰鬥，但都係得唔到，因為你哋乜嘢去祈求。第一點，有時我哋得唔到某啲嘅，純粹係因為我哋嘅開口去求。你可能會問，但係上帝唔係一早知我想要咩咩？點解佢仲要我開口求呢？主想要你祈求，係為咗等你知道，當你求嘅而得到嗰樣嘢嘅時候，唔係因為你嘅，唔係因為政府好，亦唔係因為你阿媽、你老婆或者任何人，而係要等你知道係上帝嘅作。通常當我哋祈求嘅時候，我哋應該講得具體嘅，咁樣先可以認出係上帝嘅帶領。阿滿有時佢未必會完全照我哋想要嘅方式去俾，但你會見到一啲跡象係同你所求嘅有關。根據聖經，佢通常俾佢會比你所求所想嘅更多。或者你所睇嘅，因為佢以弗所書3章20節話，上帝會賜俾我哋嘅遠超過我哋所求所想。但係當你求一啲好具體嘅嘢，就會有跡可尋，就好似細路仔同父母咁嘅。細路仔唔會話求其俾個波我啦，佢會話我要嗰個某某牌子嗰個就係嗰個，係咪？通常細路仔都好具體，因為佢哋一係嘅卡通片，一係嘅其他嘅，總之嚟個好清楚。我要嗰對會發光嘅鞋，你哋對發光嘅鞋俾佢，佢會話唔係呢對，係另一對，係咁樣發光嗰對。如果你俾錯嘅，佢會好唔開心。我想要佢唔係呢對，你會問點解唔開心啊？我唔係買嗰對發光鞋俾你咩？但係唔係呢對嘅。做父母嘅你哋一定明白，
然之後你想求其打發嘅，但係如果個細路女好似呢個例子咁，喺心入邊有對鞋，而你求其打發嘅，當佢見到佢想要嗰對，佢會話：你睇下呢對先係我想要嗰對，係咪？細路仔好清楚嘅，所以當你祈求，你會知道嗰個回應係嚟自上帝，因為你認得出。我見過好多次嘅聖誕節，細路仔會求好具體嘅嘢，我要個 BMX 單車。你唔使話俾佢聽嗰架係咁嘅，佢一見到就知，因為佢哋好清楚自己求緊咩，明明。所以好多嘢我哋得唔到，係因為我哋只係話算啦，求其啦。但係上帝定嘅規矩，佢想我哋開口求。所以話好多人得唔到，正正係因為佢哋嘅求。有時我哋就係佢，我想我哋大家都經歷過，係咪？嗰個人企喺度嘅，等陣我等緊佢俾佢哋我，點知嗰個人嚟俾到你，你就話，你可能會話，或者你根本冇俾過我，點知對方答，因為你都冇開口問。呢種情況嘅情侶之間成日發生，特別係女人，總係想男人估到佢哋嘅嘢，但係男人根本估唔到，係咪？有幾多男人係估唔到嘅？各位，歡迎嚟到男人嘅世界。邊個知女人其實係想你有個水晶球，或者半夜突然通靈，知道佢想要咁嘅？你哋知唔知？知。所以有人會望住對方話：點解你唔幫我搞驚喜派對？對方就話：但係我唔知你想搞驚喜派對喎，你應該要明㗎嘛。而你呢個衰人竟然完全唔明。但係如果去到第二年，因為喺上年已經有要求過你呢。你真係特登搞咗個驚喜派對俾佢啦，佢又會話你搞係因為我叫你搞咋，唔係你自願噶嘛。有時真係點做都唔啱，即係話根本睇得贏，事實就係佢點做都錯。於是呢，有人問：點解你哋唔開心啊？因為我以為今晚係我哋嘅時間呢，會一齊去睇戲，點知你走咗去睇足球，點解你唔同我講？你應該要明㗎嘛，所以呢，各位女士嘅，我想話你嘅知，你哋嘅老公係冇水晶球嘅，而且佢哋唔係女人，呢樣係好事，因為女人同女人之間，我哋係會互相理解嘅。即係我有時你哋可能唔知，但你有冇聽過一個叫大鼻子情聖嘅故事？好出名嘅，基本上係講有個男人個鼻好長㗎，佢想追求一個女仔。但覺得自己太醜樣，所以冇信心。於是呢，佢揾咗個靚仔幫手，但嗰個靚仔一啲都唔浪漫，佢都唔識，佢就喺後邊幫手寫情信。個女仔愛上嚟嗰個靚仔，但其實佢愛上嚟係靚仔背後嗰個醜男。冇錯，我就係嗰個人。我有時要教佢老公，我話帶嚟出去啦，朝早7點幫佢慶祝生日，帶嚟去機場。然之後你照做。佢哋就會話真係估唔到，佢竟然開咗啦！我就會喺心入邊嘅，你睇下啦。但係你哋要明白，大家嘅敏感度係唔同嘅，暗門。所以有時人係要表達自己想要啲乜嘢嘅。我成日都會提起 Cindy Jacobs， 記得呢，有一次嚟去一個講座，佢話你知啦。我成日要周圍飛，有時佢老公當時仲返緊工，係個飛機師，所以唔係成日陪到嘅。佢話，所以我哋唔係成日可以一齊留喺屋企。但係當我返到去我住嗰間2層高嘅屋，雖然佢而家搬嘅，但係當時佢返到去冇老公，會啲樓梯鋪滿花瓣。咁女人就開始話：點解嘅？係咪得我先嫁咗俾個怪物啊？佢仲話佢仲會幫我準備好個浴缸沖涼。好靚，有音樂，有香薰。我見到睇女人喺度諗，但我到底嫁咗俾邊個啊？之後佢好淡定淡話，我用咗28年先話到俾佢聽我中意嘅嘢。呢個係想話你可以引導對方去展現你想要嘅浪漫，明唔明？所以有啲人係天生嘅，佢哋比較浪漫，但係呢種人好少見。不過亦有人係淡嘅，有啲男人真係好浪漫。有一個我哋仲揾緊，唔知佢哋收埋咗嚟邊。無論點都好，呢個係事實。女士們去要求啦，睇下聖經點講。你哋得唔到係因為你睇唔去求，去要求啦。話我中意淡樣，淡對方就會知原來咁中意淡。當佢真係做嘢，
唔好話哈，你係因為我叫你做先做，因為事實就係答。你哋要引導對方去做你想要啲嘢，反之亦然。就算係性方面都一樣，你唔可以預嘅人哋有一份地圖。過咗好多年之後，或者一個人會知對方中意嘅嘢，但有啲人過咗好多年都仲係唔知對方中意嘅嘢。講出嚟啦，就算係性方面都可以講，我中意呢樣，我中意啖樣。如果你摸我呢度，或者唔好摸嗰度，講出嚟啦，各位先生女士。上帝俾個口，我哋係用嚟講嘢、講嘢、講嘅嘢。我哋平時都講咁多嘢啦，係咪？所以要表達出嚟，你要引導人哋進入你嘅內心。你要呢樣嘢適用於任何形式嘅友誼。我哋唔會知道人哋心入邊嚟緊嘅，我哋只係知道你表現出嚟嘅嘢。而我哋通常都係表現出最好嘅一面。我哋會表現到自己性格好好、好完美、好出色。之後人哋會被嚇親，因為了解咗你之後會話：天啊，你明明話自己好斯文，點知我見到你嘅紅綠燈位度大叫死垃圾。需要引導人哋去了解你中意嘅嘢，喺任何友誼入邊都係，尤其是兩個人嘅關係。我中意呢樣喺你心入邊，我心入邊話俾佢聽。當你同我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係好嘅，嗰句就唔好啦。喺性生活入邊要深入淡引導對方。你一定要引導，之後呢，當一個人學識咗點樣引導，佢就會識得點做。阿滿就好似咁駕駛學校淡，佢哋會教你應該點做，之後你幾乎會自動自覺淡去揸車，唔使再諗住應該點做。阿滿，上帝賜予我哋建立關係同埋互相交流嘅能力，我哋要永遠記住呢個係題外話，同我講嘅重點無關。但要記住，我哋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。阿滿，我哋要成日記住，愛係有唔同嘅語言嘅。有啲人會用呢種方式去愛，有啲人就用另一種。有啲人中意用言語表達，我愛你，我好錫你，你好珍貴，你好重要，心肝寶貝，諸如此類。通常佢一段關係嘅開始，佢哋仲會用動物嘅稱呼對方。小狗狗係咪？到你大個嘅開始嘈交嘅時候，你就變咗做大馬啦，即係由小狗狗變咗做大馬，係嘛？一段關係入邊咧，呢啲動物係會長大嘅，呢樣嘢我哋都知啊。但係你哋要互相引導，多啲溝通，你哋係兩個唔同嘅世界，咁樣係冇問題嘅。有啲人中意送禮物咁表達愛，佢哋唔多講嘅，但會用禮物嘅證明。有啲人就中意創造一啲特別嘅時刻。有啲人就中意透過服務去愛，佢哋會為你做任何事。每個人表達愛嘅方式都唔同。書店呢，有一本好正嘅書叫《愛之語》，如果你未睇過，可以去買嘅睇下。你要用對方中意嘅方式去愛佢，而唔係用你自己中意嘅方式。阿門。例如，當我同人相處嘅時候呢，我會試下了解嗰個人嘅愛之語。我對每個人都唔同，你對你嘅仔女都唔應該一模一樣，因為每個人啲愛之語都唔同。如果個仔需要多啲鼓勵嘅說話，你就應該同佢講多啲。如果你淨係陪個需要聽好說話嘅仔去玩，佢係感受唔到愛嘅，然後你會話：但我好愛你喎，睇下我帶嚟你去迪士尼樂園啊！但我唔係想去迪士尼，我只係想要一個會同我講愛我，話我好珍貴、好出色嘅爸爸。然後你會話每個人接受愛嘅方式都唔同。去發掘你伴侶嘅愛之語，嘗試用嘅想要嘅方式去愛嘅。阿門。好啦，題外話講完，其實同主題嘅關係。不過既然講開，就順便講埋啦。好啦，翻去雅各，翻去我嗰個重點，翻去我嗰個重點。所以有時係要開口問嘅，同我一齊講。有時係要開口問嘅。當我想要某樣嘢嘅時候，我就要開口問。阿門。有啲人會自己醒覺，但大部分人都係唔會自己諗到嘅。阿門。兩個女性朋友之間會比較容易估到對方中意睇嘅，比起你老公容易得多，因為大家係女人。女人之間好容易有共鳴，男人之間亦都係一樣。事實上，我成日都喺男人堆入邊，唔知你哋知唔知喺呢個國際組織入邊，40個男人入邊得我一個女人。
所以我成日同啲牧師一齊。老實講，我仲有個朋友喺度，佢之前都諗過，就係上帝叫我照顧嗰個 Lori Ann 呢，係商界入邊唯一一個同40個男人一齊工作嘅女人，所以佢係商界代表，而我係牧師界代。前幾日嚟打俾我，因為佢而家係一間全球大型非牟利機構嘅行政總裁，係冇第一次同女性合作嚟打。佢同我講：喂，你男人點解會想同呢啲女人結婚㗎？因為佢好習慣同男人一齊做嘅，男人好實際，講嘅少啲，5分鐘就搞掂。佢同我講呢，佢哋寄咗30封電郵俾我，我就話啊，歡迎返嚟，我哋好掛住你。所以每個人都係一個獨立嘅世界，男人比較實際，佢哋想要答案嗰陣先會求助，而女人就比較需要多啲溝通。所以我哋記住，唔係得你老公或者你老婆先係咁樣。大多數男人嘅諗法同女人完全唔同，佢哋嘅思維方式同感受都唔一樣。最重要嘅係我哋要去發掘、去學習。同我一齊講，我要好好了解我老婆，我要好好了解我老公。呢個係你哋放假嘅功課，恨我咁樣做，我哋一齊承諾喺呢個假期，所有結咗婚嘅人喺呢個假期唔好淨係帶本書去禮，我要好好了解我老婆同我老公。我奉耶穌嘅名承諾，請大家舉起手。喺呢個假期唔好淨係帶本書，我要好好了解我老婆同我老公，好好做得好。到咗9月，你哋就會合格。好，可以去祈求啦，祈求。好，我哋重點嘅第2部分，我哋啱啱做咗一個好精彩嘅補充。你哋要祈求，有啲人會祈求，所以有一類人係唔祈求嘅。呢個就係點解有時你得唔到嘅原因。仲有另一類人，聖經話你冇祈求，但係得唔到，係因為你冇求得唔啱。所以祈求係有正確嘅方法，亦都有錯誤嘅方法。你哋求得唔啱，係為咗要滿足自己嘅私欲。呢段經文我哋大家都好熟，讀到呢段經文嗰陣，我開始問神啊，滿足自己嘅私欲係咩意思？主同我講呢，就係當你祈求一啲嘢，而你係以自己為中心，你求呢啲嘢係為咗令自己開心。呢個係錯誤嘅祈求方式，因為我創造你哋係要喺我入邊得到喜樂，並且去施予他人。正確嘅祈求方式唔係以自己為中心，而係以他人為中心。當神咁樣同我講嗰陣，我諗起一啲聖經經文入邊呢個關鍵改變咗歷史。我想讀其中一段，列王紀上3章9節，所羅門嘅祭。神對所羅門話：你求乜都得，你想要咩？所羅門咁樣求，求你賜僕人聰明嘅心，等我可以為你嘅子民施行公義，唔係為咗我自己嘅聰明，而係為咗你嘅子民辨別是非善惡。因為邊個可以管理你咁多嘅子民，為佢哋主持公道呢？所以上帝同佢講，你可以求任何你想要嘅嘢。佢本可以為自己求財富，求個好老婆，求聰明才智，但佢求嘅係上帝，我想要一粒明辨是非嘅心去幫助子民。同我一齊講，係為咗幫助子民辨別是非善惡，係為咗幫助子民。列王紀上3章10節話，所羅門因為求呢件事就蒙主喜悅。即係上帝話真係好，你本可以為自己求任何嘅，但你卻為咗其他人去求。列王紀上3章11至13節係咁講嘅，上帝對佢話：你既然求呢件事，即係唔係為自己，而係為咗其他人，唔係為自己求長壽、求財富，亦都唔係求滅絕你仇敵嘅性命，呢啲都係一般人會求佢哋，而係求聰明可以聽從。我就照你所講嘅去做，賜你聰明智慧嘅心。咁你以前冇人好似你哋，咁你以後亦都冇人好似你哋。跟住落嚟，你所無求嘅，我又賜俾你。同我一齊講，你所無求嘅就係財富同尊榮，令你一生之中列王中無一個可以同你相比。
即係因為佢冇為自己求仇敵死、求財富、求女人或者其他嘅，上帝就同佢講：我唔單止令你成為最聰明嘅人去管理百姓，因為佢求智慧係為咗管理百姓，我仲會賜俾你一啲你冇求過佢嘅。睇下個關鍵，當我為其他人祈求，當我將其他人擺咗自己前面，上帝亦都會賜俾我一啲我連求都冇求過嚟嘅。我會賜你財富，仲話喺世界歷史入邊冇人會好似你嘅富有。所以關鍵係要問一個唔同嘅問題，唔好真係集中啲。我想過得好，我想生活富足，我想結婚，我想生仔，我想有錢，我想得到公義，而係求你賜俾我，等我可以施予。你睇下呢件事幾咁奇妙。邊個仲記得聖經入邊嘅哈拿嘅禱告？聖經話哈拿呢個女人係冇仔生，每年佢哋都會去聖殿，每年佢哋對頭，即係佢老公嘅另一個老婆毗尼拿，嗰陣時係可以咁做嘅，都會嘲笑佢。每年佢都求上帝賜嘅一個仔，係咪？當然啦，佢嗰個年代冇仔生係一種咒詛，人哋見到你冇仔生就會覺得你冇後，所以當時係會俾人哋唔起嘅。每年同我一齊講，每年佢都求一個仔。上帝有冇俾個仔嘅？從來都冇。上帝幾時先俾個仔佢啊？就係佢哋改變咗禱告嘅時候，睇下佢係點樣禱告噶。撒母耳記上第1章第11節嘅，佢許願話：萬軍之耶和華，你若垂顧婢女嘅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賜我一個仔，我必使佢終身歸於耶和華，唔用剃頭刀剃咗咁頭。佢改變佢哋嘅禱告係點樣變法？我唔再係為咗自己想要個仔，唔想再俾人笑。我唔再係為咗自己想要個仔。如果你賜我一個仔，我就將佢獻翻俾你。就喺嗰一日，佢就懷孕啦。阿滿，佢改變佢哋嘅禱告。我唔再係為咗滿足自己想要個仔嘅心願。我唔再係單純為咗洗脫我嘅羞恥而要個仔。今次我想要一個奉獻俾你嘅仔，而唔係為咗我自己。事實上，佢細個就離開咗屋企去生活，對於一個從未生過仔嘅阿媽嚟講係好難受嘅。自從佢將個仔獻咗俾上帝之後，聖經點講啊？聖經話佢之後仲生咗好多個仔女，而佢本來並冇求咗多個，佢只係求一個仔。但係當你為咗其他人，為咗上帝嘅國或者為咗上帝本身而祈求嘅時候，佢會連你咁求佢都賜埋俾你。阿門。你哋睇下呢段經文幾咁奇妙呢？呢段說話真係令我好震撼。約伯記第42章第10節呢，約伯本來有好多朋友，你哋仲記唔記得約伯嗰啲朋友啊？佢哋係約伯嘅好朋友，但當約伯落難全身生瘡嘅時候，佢哋唔單止冇安慰嘅話，約伯你一直都係個好好嘅人，反而仲開始怪責約伯。你哋記唔記得？你搞成嘅係因為你做得唔夠好，你搞成嘅可能係因為你虛偽，你口話敬畏上帝，其實你係佢哋覺得呢啲都係報應。睇下，當你已經好痛苦嘅時候，身邊所有人仲喺度話：喂，你病係因為你做錯嘅事啊！佢約伯當時對住嗰啲嘅原本指望會幫佢哋朋友嘅心入邊會點睇呢？會開心咩？咁當時嘅感覺大概係，但你哋係我朋友嚟嘅，所以通常當一個朋友唔係真係朋友嘅時候，基督徒會用約伯嘅朋友呢個詞，意思係話嗰個人名義上係朋友，但其實唔係咁夠朋友。睇下聖經點講，當時約伯全身生瘡，死嘅仔女攬晒所有嘅，邊個仲記得？連狗都走去舐佢，真係慘不忍睹。睇下第42章點講。當約伯為咗嗰啲傷害過佢哋朋友禱告之後，耶和華就令約伯從苦境轉回，並且賜俾佢哋，比佢從前所有嘅加倍。即係佢一直都默默咁受緊好多苦，直到有一日佢終於為佢嘅朋友誠心咁祈禱。其實嗰啲朋友喺之前嗰段時間係真係曾經傷害過嘅，令佢好唔開心同埋難。佢哋要求上帝主持公道，反而去祈禱，真心為佢嘅朋友祈禱，
跟住佢就解開嘅。睇下呢條鎖匙，佢經歷咗極大嘅痛苦，完全冇辦法擺脫，但係經文係冇講嘅。當約伯為咗個朋友祈禱之後，主就令佢恢復翻以前嘅境況。唔止係嘅，因為佢並冇要求話俾翻雙倍 T 嚟我。約伯有冇要求話俾翻雙倍嘅冇我啊？佢約伯係為緊其他人祈禱，而唔係為自己。約伯祈求上帝祝福呢班朋友，雖然佢哋當時實際上係傷害緊嘅，上帝仲俾埋啲佢哋嚟求過佢哋嘅，即係佢以前失去咗佢哋嘅雙倍。阿滿，唯一一樣約伯佢直接得到雙倍嘅就係佢嘅仔女。你哋知唔知點解？因為靈魂係永恆嘅，佢並冇永遠失去佢嘅仔女，佢哋同上帝攞埋一齊，而上帝又賜咗同等數量嘅仔女俾嘅，所以佢有一班仔女喺嗰邊，亦都有一班仔女喺地上，係佢哋為朋友祈禱之後先發生。當我開始嚟到呢一切嘅時候呢，聖靈同我講呢，呢度有一條鎖匙，呢條鎖匙就係唔好再只係關注你自己。所有將祈禱重心擺喺其他嘢上邊嘅人，最終都得到佢哋嘅想要嘅嘢。我明白到，當我哋太過自私，只係顧住自己嘅時候，我哋就會阻礙咗呢件事。哈拿多年嚟都冇仔女，哈拿話：我唔再係為自己求仔啦，將佢獻俾上帝。結果哈拿生咗好多個。約伯佢經歷咗多年荒謬嘅境況之後痊癒，佢仲得到雙倍，而佢根本冇求過。所羅門成為世上最富有嘅人，佢哋求過財富，佢求佢係智慧去幫助其他人。你睇下代禱係幾咁強大嘅祈禱。當我哋個心關注緊其他人而唔係自己嘅時候，佢會徹底改變我哋嘅一生。阿門，呢一點對我哋嚟講好重要。當我哋讀上帝嘅話語，耶穌今日。有人會問耶穌而家做緊咩啊？耶穌今日唔係以最偉大嘅敬拜者身份出現，雖然佢確實係，但係聖經話耶穌今日正喺度代求。睇下希伯來書7章25節點講：凡靠住佢進到上帝面前嘅人，佢都能拯救到底，因為佢長遠活着替佢哋祈求。另一段經文話，邊個可以定啲乜罪呢？羅馬書8章34節，耶穌基督佢已經死咗，而且仲復活咗，而家喺上帝嘅右邊為我哋代求。咁耶穌今日喺度做緊咩呢？喺度代求。聖靈又喺度做緊咩呢？羅馬書8章26至27節，同樣聖靈亦都冇幫助我哋嘅軟弱，因為我哋唔知應該點樣祈禱。但係聖靈親自用嗰啲講唔出嚟嘅嘆息，為我哋代求。監察人心嘅上帝知道聖靈嘅心意，因為聖靈照住上帝嘅旨意為聖徒代求。